山有条街可以称得上是女士内衣销售最旺的一条街啊，不是这里女士喜爱逛街，而是因为这附近的变态小偷下手太频繁了。画面中，一个红衣男子开着车从街巷开过来，停在了路口转角处，然后他下车四处张望，走到晾衣杆前，迅速取下内衣拿着就跑，最后开车离去。郑女士已经是2个孩子的妈了，这次被偷的内衣就是她的。对于这次丢失内衣，她一点也不惊讶，因为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。去年也有几次被人家偷了，后来前几天我就下雨了嘛，我叫老公收进来，去收的时候那就没在那里了，我说又被人家偷了，去看了视频才知道是个男偷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。附近被偷內衣的女士不止她一人。30套啊？係一次過唔見嘅定係？唔係一次過嘅，係來不來，因為啲衣服曬喺出邊啊嘛，來不來咁樣又唔見收衣服相，點解啲底衫會唔見咗嘅？